從草奇真錄，從典籍到藥膳的千年之謎。乾隆年間，文人吳敬梓收到好友從四川寄來嘅一份奇異禮物，打開一睇，入面嘅物件似蟲又似草，佢從來都未見過。佢拎起仔細睇，心裏充滿疑惑，此物究竟係蟲定係草？為咗搞清楚，佢開始喺汗牛充棟嘅典籍裏面尋找答案。終於，佢喺《本草綱目拾遺》等書中揾到記載，稱之為夏草冬蟲，出產自西南雪山。好友信中寫道：此物乃雪山精華，冬為蟲，夏為草，極為珍罕，特贈與兄台之寶。文青恍然大悟，原來呢種唔蟲唔草嘅生物係蝙蝠蛾幼蟲被真菌寄生而成，集動植物特性於一身。佢提筆回信答謝好友，並將自己查證到嘅知識一一寫低。佢更即席賦詩一首，讚嘆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自此，冬蟲夏草呢味珍貴藥材嘅典故，就隨住文人嘅筆墨流傳開來。本草綱目拾遺引錄，青黃郁，雨露蠶城鹼，絲綸物外閒，雪中燕枝山，夏草冬蟲閒。夏草冬蟲閒一句，精妙點出咗佢冬為蟲，夏為草嘅時令特性。文房思考卷5，清蝶鳴。土之令種出西疆，異物至舒長且長。冬蟲夏草鳴符實，變化生成一氣涼。詩句冬蟲夏草鳴符實，直接點出咗佢個名。變化生成一氣涼，就係讚嘆大自然呢種蟲菌共生、一氣變化嘅神奇造化。今日分享一宗滋補嘅蟲草水鴨湯。材料：冬蟲夏草5至10斤，水鴨1隻，生薑3片，紅棗、去核5枚，枸杞1小撮，清水適量，鹽少許。首先，將水鴨清洗乾淨，斬件備用。鴨件冷水落鍋，煮滾後汆燙一陣，去除血水同腥味。跟住將鴨件撈起，用清水沖洗乾淨。蟲草用軟毛刷輕輕擦去表面塵土，紅棗去核，同其他湯料一齊略為清洗。將所有材料放入燉盅或者砂鍋裏面，注入足夠嘅清水，水要一次加足。大火煮滾後，轉文火慢慢燉2至3個小時以上，等精華盡出。燉好之前，只需加入少少鹽調味即可，保持湯品原汁原味。功效：滋陰補虛，益腎潤肺，補益精氣，適用於病後體虛、自汗盜汗、腰膝酸軟、久咳虛喘者。禁忌：風寒感冒發熱期間不宜，體質偏熱、有實火者慎服。兒童、孕婦及哺乳期婦女應在中醫師指導下服用。同學仔未完㗎，繼續話你知。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仔細睇下冬蟲夏草係唔係全身都係寶。首先，一根完整嘅蟲草主要分為2部分，上面深棕色嘅草頭同下面黃棕色嘅蟲體。呢個草頭學名叫子座，佢
佢其實係寄生真菌嘅果實體，用嚟產生孢子，繁衍後代。藥用上，佢同樣具有活性成分。而蟲體嘅主要部分，經已被真菌菌絲完全佔據，形成一個叫做菌核嘅結構。原本嘅幼蟲組織早就被轉化同取代咗。大家睇呢度顏色特深嘅係頭部殘留嘅痕跡，而腹部呢幾對對稱嘅小點就係幼蟲腳嘅印記。呢啲都係辨別真正冬蟲夏草嘅重要特徵。民間有講法草頭短，營養足。科學啲講，只座同蟲體比例適中，蟲體飽滿堅實，色澤自然嘅，通常品質較佳。不過，全身係寶唔等於每個部分藥效完全一樣。現代研究發現，蟲體部分嘅某些活性成分含量可能更高。所以傳統中醫用藥通常都係成條蟲草一齊使用，磨粉、燉煮或者浸酒，以求成分協同。記住，優質蟲草，蟲體肥大、飽滿，色金黃，籽座短壯，色深褐，氣味有淡淡腥香味，唔會刺鼻。總而言之，冬蟲夏草係一個整體入藥嘅珍品。選購時要辨清全貌，使用時要遵循古法或醫囑，先至能發揮佢應有嘅價值。現代科學揭示，冬蟲夏草嘅功效源自於多種獨特成分，例如蟲草素、蟲草酸同腺苷等，佢哋共同協作調節免疫、抗疲勞、保護心神。最後提提大家，冬蟲夏草雖好，但並非人人啱用，風熱感冒、實火抗性，兒童同孕婦要慎用，切忌同清熱解毒或瀉下嘅藥物亂咁一齊食，最好先諮詢中醫師，對症下藥先係養生之道。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，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。如果鍾意呢一期視頻，唔該一定要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係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。